那个丢球丢到圈圈里面的游戏，用骰子，然后粽子、球球来当做那个降落器，丢在那个火星上面。这个团康游戏叫做火星霸主。火星霸主的话，主要是要让小朋友扮演科学家的角色，会想要把探测器送上火星，考虑到说要怎么样让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上面。他们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降落方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比较安全、正确着陆在我们想要着陆的地点。它就是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体验过程中可以得知到的一个讯息。国小大概要4、5、6年级才会介绍一点点的天文。那在国中方面哦，它是在3年级哦，要国3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地球科学。那地球科学里面哦，它其实天文的课程的部分也不多，大概1/6到1/5这样而已。我们在导览的过程中，大概就是要讲别人听得懂的东西啊，就像说小朋友讲的程度不能太深，一般都是讲说这个年龄层他可以接受、可以听得懂的科学知识。好，大概展示馆导览这样。那我们在观测馆也有导览，那观测馆就是直接介绍望远镜的部分。然后呢，在礼拜6的时候呢，晚上我们有星空导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相当重视天文教育，为了让天文教育能够深入校园，所以我们南宁天文馆呢，在108年就完成了国小1到6年级适用的心动时刻天文系列课程。透过这一些教材跟教具的协助，我们的老师就可以引领学生一起探索宇宙的奇妙世界，感受星空之美。我们的南宁天文馆在大内区，它是南台湾最好的天文馆，一直以来都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天文教育来闻名。透过精彩的天文游戏、展区里面的体验活动，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地探究宇宙的奥妙。我们的天文馆不仅提供了天文的专业知识，也让孩子能够亲身体验各种星象的变化。透过精巧的教具、各种团康的游戏，让我们大小朋友呢享受与同伴共有的乐趣。所以，我们欢迎市民朋友有空就一定要到天文馆一游，让我们一起走入奇幻的天文世界。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2月1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湾真侪县市传出有里长奉邀请去中国接受招待，伫台南也有里长奉询问。对此，台南市会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认为中国介入选举情形严重，要求相关单位要严加注意。距离总统甲立委的大选只剩1个月。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伫个选举的敏感年，各地却传出有里长组团到中国来旅游，接受落地招的情形。民进党团包括总召甲干事长，甚至提出行政的内容，质疑台南嘛有医术的状况，要求相关单位要严格注意。特别里长的参访，你这团若是带里长来的，我甲伊带到什么所在去佚佗，包含着伊的费用，他的费用有人去5天，有人去8天，只要18000，根本就是只有机票钱，来回9000、18000。可是他可以住8天，他可以在这个饭店住宿，包含吃，包含去玩，包含交通费。
这样子18000这么优惠的价格去吸引大家去那边游玩。当然去游玩我们从来都不拒绝，但是你用特定的人士，用特定的价格吸引特定的人到那边去做大内宣，甚至想要洗脑大家变2岸1家亲这样的模式，是不是温水煮青蛙的模式？甚至我们先不管去的人是谁，你约他去的，假设今天是我蔡小薇招你去的，我在选举的时阵，你敢有需要给我加减到帮忙？那如果今天背后的人是总统候选人的话，这样子是不是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选举？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那到底他们中国有没有介入到这一次的大选里面？这是我们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那非常频繁的，特别在今年多次，而且在遍布在每一个区、每一个里都有这样的讯息出来哈。那当然有一些里长会去拒绝，那多次邀约之后，就有一些人情压力，那都会有参加，或者是我们庙宇的主任委员啊，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都非常非常的多，他的目标是非常多。去到当地的时候，都会说这是台商的一些招待宴客等等哈。那其实这些认知作战，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哈。这个行程对9月到11月拢有，为5天，为8天，而且团费只有15000到18000左右，包吃包住。民进党团认为，如果是纯粹的旅游还好，不过若是透过假的交流介入选举，就真唔好。拒绝中国假交流真借选，拒绝中国假交流真借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立委候选人陈廷辉将伫12月17号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等大咖拢会来徛台，到时也会开卖上新的募款小物、赖小猫仔、狗仔图案的碰饼。台南市立委陈廷辉挑战5连霸，将伫礼拜日，也就是12月17号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除了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亲自到场，另外总统蔡英文、市长柯伟綽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立法院长游锡堃等人拢会出席相听。那这一次是大咖一次到位哈，也就是从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也是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他们全部通通一次到齐，要来替赖清德、陈亭妃联合竞选总部的一个成立大会来支持加油。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陈廷辉也康就来发饼府合作推出上新的募款小物碰饼。这个碰饼顶面非常特殊，家己人上行的赖小猫仔、狗仔徽章图案直接印伫咧顶面，佮加上经济站发表的非常女力碰饼，成为上好的组合。可以让我们的好朋友吃到100年的碰饼，可以让看到猫派狗派，又可以看到我们的非常女力哈。甚至我们当天还有我们的气球装置艺术哦，是我们的用气球怎么样能够做造型出来，蔡英文还有这个赖清德、萧美琴、陈亭妃，哇，他们一次让大家用气球做足做够，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陈廷辉强调，这次特别结合100年老店，打造文创募款小物，要互选举的氛围会当变甲真轻松。台南上出名的手绘看板大师严正发，也来替赖清德和陈廷辉制作竞选看板，祝福因会当高票当选。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位伫正统罗里门圣母庙西边的空地，过去是全台出名的物质乐园，因为荒废侪冬，庙方积极推动改造。经过设计精选以及各界的帮助之下，工程伫13号正式动土。请动土。历经将近2冬的时间，透过民间甲公部门携手合作，不但为台南400再来观光新亮点。更是予明年的土城乡上好大礼，看到工程今日会当顺利进行，也予主委王经营非常感谢政府部门以及民代大力协助。而且首先我嘛来感谢蔡丽清议员、陈廷辉立委
甲大家敬重黄署长，互因咧斗相共安尼，甲来讲国家风景处谢处长，因咧大家斗相共，因为阮遮是用亲子休闲乐园安尼，甲机子摆的公园安尼啊，遮大家因为互囡仔，来带是大人，来遮佚佗，安尼就对啊，因为较阮庙宇来结合，安尼就对啊，因为会当拜拜，个会当规家伙来遮佚佗。出席动土的台南市副市长赵庆惠表示，由庙方出土地，市府负责园区的设施，多方共同努力，让这座公园成为典范。咱庙方这边遮来出一寡土地，咱市政府来帮赞一寡工程，尤其是亲子公园，咱的游具设施啦甲一寡迄个开发的费用。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典范啦。在门面当中，这个意向入口意向由中央来处理，就是咱的台港才来规划设计，包括咱的公车亭，然后一个点线面，然后呢，到咱来公我们的一个亲子公园的部分，就由我们的地方政府。来做处理哈。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透过我们陈廷飞委员家的进驻，地方就是阮家议员甲咱市政府的进驻。那未来我们还有要来做我们的商圈，所以未来咱要跟大家抢这个观光客。我们台南观光现在市长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台南的观光是一直在往上攀升。咱要安那将你的观光客要敢吸来咱头城地区就是咱周遭爱做合作完备。包括我们的硬体设施包括我们未来的商圈。这个以庙徽为设计概念的亲子公园，结合水、山、五王唱山顶特殊的地景甲信仰元素，兼具整体性的规划特色，活化圣母庙西边的空地，去引向客了解在地历史文化，并现借周边的观光景点、特色美食，也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着当培育更较侪电竞人才，台南市将串联查经国中规划培育计划。市长王伟棣当时宣示，电子竞技未来将成为台南的重要发展项目。游戏产业愈来愈兴，电竞已经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为着培育更较侪相关选手，台南市将和南英商港以及安平、永康、金城、大桥、中山、安顺、延平、大湾、土城总共10间高中启动培育计划，优化学生对电竞的知能。筹办所谓的电竞社团，那这个电竞社团不是去里面打游戏的而是去里面做扎实的培训，电竞相关的一些训练跟纪律，甚至连体力，电竞也是需要体力的一项工作，还有各项的反应等等，团队合作精神都要在这个社团里面一一的落实。透过这个社团，我们可以截取更多的电竞兵员，让我们的台南市代表队，不管是国中端、高中端、大学端，乃至于我们的城市队，都可以有足够的兵员去做一个提升。过去台湾电竞资源拢是伫北部学校，希望透过计划，除了将各校资源整合，为学生打造系统性的栽培，也为3日来主办 CCCE 城市杯比赛做准备，将台南发展成为电子竞技的重要所在。电竞也将会成为台南着重点发展的目标之一因为电竞的选手台南过去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在科学教育上在这个同学选手的一个培训上，都有一些学校在努力。在顶一届 CCCE 比赛当中，南英商港派出的26名学生就摕下冠军、亚军等真好的成绩。市府相信，透过计划训练，会当有更较侪电竞相关人才，未来也会持续举办线顶线卡电竞比赛，让学生有发挥舞台，累积实战经验。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台南市文化局伫13号发表各项文化成果，无论是艺术发展、硬体文化建设，拢得到国内外侪奖项肯定。面对明年台南400，将会好好来思考如何完善台南未来文化建设甲政策。面对明年台南400档的历史，市府文化局会顾市长黄伟哲伫就任5档内，侪项文化的建设甲展演，对市立总图书馆、左镇、山上等园区的硬体文化建设，以及艺术扎根、两家月顶等等节、艺术禁区等，总共吸引将近850万人次来参加，而且还阁得到国内外真侪奖项的肯定，拢将成为明年迎接台南400重要的思考政策。台南市对这个文化建设的这种软硬体的努力，在过去黄伟哲市长5年的任期当中，当然是花了很多的资源跟心力啦。上重要的讲，安迪这个铺陈怎么去面对明年的台南400？我感觉真重要的是，在这个我们的文化的工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怎么让这个民众参与，让市民觉得这个文化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活动。虽然那文化活动在定义是按在科鲁的37区的平衡，或者是讲，这个文化活动如何邀请市民一起参加，这个是很重要的精神。所以明年台南400，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一起台南这样的口号？其实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世界交陪，就是讲台南这个过去就是一个台湾甲世界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的窗口。真侪人会来台南嘛。所以过去的历史是安尼，未来伫未来一年的台南400年，要安怎这个让台南跟国际的交流更加的频繁。我想这是黄伟哲市长在承续过去5年的任期之后，那明年的文化工作、文化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过去文化成果除了是市府推动市政发展重要的里程，明年台南400文化局嘛将带领整个城市大步来向前，对深耕文化、平衡南北、甲文化平权等核心来出发，希望甲全体市民共同迈出后一个400档的愿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袂少带你去刚好白房的白人，定定拢会讲半暝啊看到鬼。根据美国医学研究，这款情形是急性谵妄症。基美病院表示，这款镜头会造成高达20%的死亡率，千万爱细腻。白人伫病床顶无受控制，佫失神，医护人员赶紧帮忙安抚。尤其伫加护病房，这类情形佫较济，其中佫有人反映看到鬼。这款情形其实拢是医学上讲的急性谵妄。68岁的李先生因为呼吸喘合并有败血症的症状，收进来我们奇美医院的内科加护病房。后续呢，他就陷入了一个急性谵妄的状况。会客的时候就跟女儿们说：“哇，这个晚上啊，好像有人要带我走，很多穿白衣服的，我好害怕。”基美病院护理部督导柯亚婷表示，谵妄造成病患身体活动甲认知能力下降，延长住院，而且住院发生谵妄，死亡率至少有22%，风险无输咧心脏病。为了处理发生谵妄的病人，基美加护病房团队伫去年成立谵妄小组，希望会当有效减少病人谵妄的发生率。当病人因为疾病严重度高而送入加护病房的时候，若精神状况有改变，护理师会运用这样的一个 MORE（A2F） 的照护策略进行评估，以及给予导入的介入措施，将药物能够做适时的一个评估及会诊我们的复健科，尽早来让病人早期下床，以达到病人降低谵妄的发生率。面对谵妄症状的病人，由谵妄小组介入，透过谵妄评估以及照护3部曲，让病人谵妄发生率由80%降到50%。加护病房住院的天数也由6天降到3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自开实验小学校舍老旧，经过2天的改建了后，如今重新启用。这座新校舍结合在地人文特色甲学生的创作，打造出具有非常意象的新风貌。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甲侪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台南市自开实验小学师生
欢喜迎来新校舍，为着提供师生安心学习的场所，市府摕资7800万，打造出具有在地文化元素的风貌。我们的建筑元素其实跟我们的古迹区有非常多的结合啊，比如说双重的斜屋顶，比如说我们的空心砖。比如说我们那个空军的一些意象元素啊，包括登机舱啦、指挥塔等等这一些。花球上的飞轮机非常引人注目，伫传统的空心砖啊，也是由学校的学生一一彩绘而成。市政环境友善，校舍内总共有18间教室，提供师生伫安全美感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我相信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在新教室有新设备，那跟老师那上课又有冷气，班又有冷气，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接下来有一些老旧校舍的整建，我们也会逐步加大力道，来让同学有更好更安全的教学环境。随着校舍改建完成，即开始小也正式展开新的里程碑，校校也会秉持着教育理念，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课程。同时打造成印象校园。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讲到台湾，就爱为安平讲起。安平开台天后宫结合一间历史古庙，伫明年1月1号办理一场文化之旅，邀请民众做伙探索台湾的历史。安平开台天后宫将伫咧明年元旦举办探索安平庙埕文化之旅。结合安平观音亭、安平镇新丰庙、妙秀宫、洪济宫、大将庙、西凉殿、广济宫、三灵殿、灵济殿等庙宇，规划一场深具人文历史的庙埕文化导览。拜殿，正殿安尼起来，有先一个 W 无？因为伊讲着感觉咱举双手配合看，欢迎大家来咱的安平看来较头一时。阮灵济殿是4间庙合做伙合出来的名叫做灵济殿。当其时，咱安平拢是靠掠鱼为生，所以阮内面的神尊哦有够多。阮的主神是周王爷，阮的周王爷毋是慈梦标，慈梦标是咱本身的五虎成顺，阮是飞龙在天的慈飞龙。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表示。台湾的历史起源就是安平，尤其明年台南400，因此特别选伫咧400档的头一天，举办这场探索安平庙埕文化之旅，将台湾的历史推介予更侪人了解。台湾建成就是为咱热兰州开始，就是即阵的安平古堡，所以阮选择这个第400档的头一天，带大家来认识咱安平。咱安平从古早到即阵所留落来这文史古物啦拢会当伫遮靠咱六角头庙含遮迄个公庙来介绍互大家了解。安平最自豪的就是长闽生活的结晶，400年长闽生活结晶是安平，长闽生活的一个信仰都在安平。所以安平六角头社的一块庙宇，跟妈祖都已经做过来。所以最早的一个叫寺庙群，所以我们叫做说台湾最早的寺庙博物馆。为了这场文化之旅，主办单位也特别制作了精美的杯啊、衫、帽啊以及背包，要来送予报名参加的民众。同时，为了呼应台南400这个主题，这场活动的报名费用以及报名人数拢是400。报名开放了后，差不多已经报满。现在只剩40外个名额，对着庙埕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卡手就要紧。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